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黎。今日咧係4月30號，係五一假期嘅第一日。南寧市西郊有一條村，叫做渡口村。渡口村有一隻渡口，而家仲保持住幾十年前過渡嘅習慣。今日我就親自登上一隻輪船，親身體驗睇過係點樣過渡。幾十年前，南寧雍江仲未有咁多大橋，雍江岸邊呢就有好多一啲咁嘅渡人渡車嘅碼頭。但係隨住一座座大橋嘅建設，一啲咁嘅渡口亦都慢慢消失啦呀。今日我哋嚟到嘅一隻魯口村嘅渡口，應該係南寧市唯一仲投入使用住嘅渡口啊嘛。一隻渡口其實好簡單，就係沿住雍江邊修建一隻斜坡，坡頂有收費處同埋行高卡。渡船呢大概係15分鐘發一班船，載滿人就可以走。目的地呢就係雍江對面嘅江西鎮。一般細車過渡呢收5蚊銀，行人呢係免費嘅。但係底盤低矮嘅細車就要注意嘅喎。我喺啲橋那陣睇見有2部細車嘅保險槓已經撞中水泥地板啦呀。前面戴一頂帽嘅呢係工作人員，係啲指揮車輛落船。一部白色嘅細車因為底盤太低啦，所以司機呢慢慢開落嚟，冇咁開快。不過底盤仲係捱水泥地板鋸啦一下。船靠岸之後呢，跌落嚟嘅係行人跟電單車。今次一班渡輪呢，我數啦一下，一共有5部細車，仲有10幾20個行人。細電單車呢亦都有幾部。一隻渡輪上面寫住最多呢可以搭乘70個人。根據先落船後上船嘅規定，等所有嘅車輛跟行人已經落嚟之後呢，對岸一邊嘅車輛跟行人亦都陸續登船。現場睇見有2部細車慢慢開上船。旁邊企有10幾個人喺啲等細車上船之後，先至能夠上船。好啊，所有細車已經全部上船啦，輪到行人上船。我哋亦都登船體驗一下過渡嘅感覺。好啊，經過大概8分鐘左右，渡輪安全抵達對岸啦。我哋呢亦都慢慢陸續落船。今次嘅體驗就到一啲，多謝各位，拜拜。